歡迎嚟到冥想時刻，讓我哋用3分鐘放下思緒，回到呼吸，釋放壓力同埋焦慮。而家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慢慢合埋雙眼，雙手可以放喺膝頭或者大髀上面，做一個嘅深呼吸。我哋鼻吸口呼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嚟一次，吸氣，呼氣，繼續保持住呼吸。喺呼氣嘅時候，放低所有嘅繃緊、憂慮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感受氣息嘅進出，空氣嘅溫度。你亦可以選擇將雙手放喺胸口或者腹部，感受空氣進入身體，離開身體，感受身體嘅膨脹同埋收縮。無論喺咩嘅時候，我哋都係呼吸緊嘅。我哋唔需要思考，呼吸都一直陪伴住我哋。讓我哋選擇放開思緒，放鬆腦袋，回到美好嘅呼吸。多謝你同我一齊呼吸。Namaste。